柳岩火山祭出。你看，柳岩火山祭出。好熟悉。身为天台山里，天台圣峰，都还那个有游览车了，你看。那么大型的游览车。你看，下去那边呢，那可以停几千辆的车啊。火山观音岭。你看都还有接驳车。大哥，现在去的商品，对。柳岩火山观音岭，柳岩火山观音岭啊，